減碳是全球的趨勢，環境部今仔辦一場環境科技的論壇，來了解先進的減少利用化碳的技術，嘛來討論碳費的制度，咱做伙來關心。短時間變大雨，也是極端的高溫，氣候變遷地勢衝擊已經愈來愈嚴重。咱國也是國外，攏用減碳等方式，希望減輕環境的衝擊。因為減碳袂當干那個上基本的有減治理，應該要發展即時甚至提前的風險預警甲管控。破洞是一定有，每個人家裡都有洞。但是我們如何把這個洞補得更細，這個就需要新的方法。我們能不能從這個現在前端的預警跟制度的設計，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？環境部28舉辦年度的環境科技論壇甲成果發表會，其中上受關注的議題就是減碳影響。除了提升能源的效率、減少排放量，這款佇台灣相對做較好的技術，也有學者講，國內目前當咧拼發展國際的負碳技術，譬如講，佇使用燃料過程當中，提前透過化學變化分離，並且收集二氧化碳，碳則被散去空氣當中。不過技術一直在提升，要安怎透過自主減碳計劃，加上扣碳的費用，來發展低碳經濟，互減碳這件代志繼續胖、繼續擴大咧，這也是台灣目前面對的挑戰。他已經決定要減量，那他起初最缺的是什麼？經費、錢。所以我們的設計是，你既然決定要減量，那我們在起初你做了承諾，而且寫一個那個自主減量計劃，告訴我你逐步怎麼做，那我當然就少收你一點了，因為我要把你錢留着，讓你去做轉型啊。學者指出，大約93%的企業已經做自主減碳的承諾，因為政府扣的這寡碳的費用，未來也會提起做，親像是掌握溫室氣體排放、甲減量數據監控的工課。要擴散減碳效果，所以我們現在也會去加大節能，還有其他對跟民眾有關的包括碳足跡等等的這個推廣。環境部希望這個費用提起建立更較大範圍的減碳機制，希望讓溫室氣體年排放量有2.5萬噸以上的排放大戶，會使承諾減碳，也提供民眾更較便利、更較有感覺的方式做伙參與減碳的生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